先食個靚早餐就出發。仙滿其來位於廣東韶關乳源，係南嶺山脈入面嘅絕美秘境，有天下第一門嘅美譽，聽個名都知夠晒仙氣。遊仙門期來可以坐竹筏暢遊情侶來，慢慢嘆山水畫景。可以挑戰懸空319天梯，我就唔敢試啦。行去有高138米嘅巨型天然仙門，相傳女媧補天時喺呢度取石，先形成今時今日嘅奇觀。唐代張九齡都專登過來讚歎，都有人玩飛天威啊！欣賞完就行返出景區出口離開，呢趟就係遊仙門期內嘅旅程。